山下。当天晚上8点左右，小区附近山体开始出现滚石和裂缝，绝大多数住户接到物业公司的通知之后安全撤离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大量的土石滑落。9点前后，临近山体的4号楼5、6两个单元全部坍塌。据了解，山体滑坡导致32户居民的房屋被毁，至少有4到6人被埋。当天晚上10点05分，在废墟里被埋了75分钟的一名男子成功获救。17号早晨，事发现场发现了2具遇难者遗体。到今天凌晨，石卡口小区的300多户居民全都被疏散到安全地带。我们下了一个搜救线，下了一个侦查队员，把那个生命探测仪下去看着，咱们地下有没有生命异响，就这么回事。根据当事人回忆说，先是拳头大的石头，后来是盆子大的，随后一幢楼的2个单元全部被截断。事故发生之后，甘肃省立即组织抢险，公安、武警、消防部队500多人紧急救援。凌晨3点，救援人员多次探测，确信坍塌的楼房里没有生命迹象，开始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现场。坍塌现场土石方估计有2万立方，目前